在打仗。那你应该出去。哦，妈妈有啥？对。啥说？给八股。意思，那牛车能怎么的呀？起来，俺做泡沫老最找不着呀，老就出新个车的，人家来的，日子对吧？那刚不来就没那么大就接车我去的。在办公里不用就不会是你们都女的讨干了的意思，到底一到没钱没去工作工作最么多啊？阿家没来哪一句对来没新闻呢？要只要录的，你还哪里有没做嘛？做事大家儿嘛。录现在没，对不对？还挺少。地铁节奏。对呀。还挺吓人的。我这个变态什么的，跟他俩工作也没生意呀。民都过去变态什么的事情。你没懂哎？你没懂啊？家？他过去。那过少少能给？这你接到我？要给呀，还是下就让来二手不是？先外没吧是？这单能年轻过家。就乎了，那我早就下雨。还是你们。我没了，都没个明年看风景和这个，考经历嘛，那个啥就就。看起来看风不嘞？现在我这边，那长第四番我这边。四番是那就 KK 们啊。俺看起来风。那年个的看把卡是没？看把卡谁的？一句话嘛，看把那剧本，你看风是。这看的那土的。地图多俺看风嘛，地图呀。这是没得地里车的。咱工作呀，搞个啥？9611的9210的，我的天！看完这么对不对？俺妈来我有给。但是他你忘不起了就是嘞。你叫什么名字？俺名字别名准啥？什么你这个的？别个要和这的没音乐厅什么呀？家，和的看说你的，我这你们那里说起我的准做的。比那家金月的能到吗？我后天在杭州我平时联系结算。你说人这东西可信不可信？可是俺手机诈骗是晓得不？我不知道看得起。我一天没说。我也去没说。隔壁的前台的卡是你的，我的这是诈骗结果。当然俺还是诈骗结果是给我多的。对嘞，让我的家茶馆没新闻呢。我讲你PK派出所那了，知道我帮助的很多，我起码是不是多，我我吧叫我人不，老群就这些活儿没说的，但我随便还我妈的动作直播间那动作没事啊，看嘞，是就叫派出所那了的呀，没让团他开始就都是那个呗啊。压个兄弟那就来着，都不知道就儿是叫啊，不然没有说的，也不记得了。的来说那，这些都是嘛的。一会起那个来个都是钱的话，我们那就像一年我做工作个地址下，投入钱都这么大。那么大是吧？到找就多。呀，这么这个呢？视频拍给大家，我是能给老干起来了。视频拍那个多个的。可是能落这边办就是什么？你妈办大了是吧？也没的，给是了嘛。啊，没有如何你们这。两个人打的个啥？民间执法记录仪大奖。我妈你们去学会，那么学会你派出所你还把用什么来？派出所名了没？你我妈你混的了，咱们有大手天下给不起钱嘛？呗呀，大手天下其实把的都是这边要钱，快完的是的，我也得把的给不出嘛的是的，或者还没有的附近一里去小伙，没得我的钱多些，那么就都不行那种，那么就我那都不行那种。看他对阿家人多找活去个呀，等到你阿家人得俺得给起薪给没行，俺给起薪，俺叫我给的。我呢，之前你告诉那边给不干多少家，给不干活的，而且给闲活还闲给能打没活心的，那最那个就马家推出去了。要不直接给拉啥去了？给拉是百几千多啊家，给拉人百几千多啊。就叫现在的你要不这种啊，几十3年的你要不，或现在的你你就都会要那是，妈的你们别给啥叫，现在的是多。这个那看结果红的。看新闻的要这么多，看现在的是多呀。我老好么个的附近那地的话，看起来我是不对吧？地不是多，地不是嘛的。我是一种啊，大家啊。你要么的来什么去？我这当我差不多人家搞水的给了啦。不是，可能我知道真正去的，或者说我听到搞水的。啊，这样子的，大家看我们的上游呀，就来，啊，这么讲来不了，过去看去对这个是蛮多的，对面的单间是开就打了个啥的，搞了了的嘞。
시간 오는 게 단체랑 가봐. 87로 하면 더 되게. 대만 주도. 나 와지 라서 그냥 좀 더. 야不说俺啥呀的。不该写忙着这没给当俺的换的是你最以为是工作上是贵贵那主的，我得我妈写，跟那里。但马说大啥，两个跟那里了呗，马说大啥，你给那两个几片就过了呗，考试都是。但然对的，那时候你在那边还过去过啥？你发完给没啥啥，我都在那里。但然我那时候忙着我啥，也没家里给比啥那的，也没你得去啥。但是我俺俩头没事，俺上次你虽然的看啥咱住着是办过的，之前嘛就工作了说，俺年的嘞。我这跟就是就个。俺年的嘞，我这给他出去的嘛，说也配备啥去别年的，我到年过了我真住，我是人家我就叫我这是给去，我年过。我就我。俺们叫什么来我这边啥叫的？对呀，你说住院去的妹妹上我那边。住院去，俺住院去来普鲁库罗斯库阿萨，我这个当从俺那来叫我这不可把这上的你装我这个什么？聊天记录对吧？家。聊天记录我买打去的，第一个来当了有的说出的。能打吗？王宝历史结尾帮助俺们说的。我老记住，你们得有的，你给上多的这个什么的？你们来是给吧给我们的吧？我记起。你听懂吗？你听懂就行。俺俺几天，让俺几天，你几天。呀，我们都啊，讲要人不好上我那派出所啥罗比去装的就五号头去，我们不会原来才对呗。我到多找过去，但还那么说，俺最对吧？哪边说俺最我几千边说，俺最哪把上电棒做多，电棒拿老做你做，拿老做没看见是牛牛没？我大爷这你过来拿下这两天我们没有。那没有叫我们没有兄弟啦，毕竟人家是吧？根本你租是呗，过租去我呀，根本你过租去租下去是吧？可以帮助叫看到那么久你们休息定给。你之前别说，你还那么说，都把么这过日子能啊？这些你知道是吧？都能你个感觉。都能你个感觉就没也不说是的。什么的给谁的？不怕文嘛，可是不怕流嘛，可是不怕流嘛，就怕流嘛有文化识的，我这个主持。点给的那你流氓文化你记得着 ？culture。点给的你。我这个给把个钱的就。俺那个这几根么穿，那个。当这哪里弄这些钱的？对吧？坦克橘色机过年期下那么着不是吧？见过这些那你给不说是不是？是吧？给。没这他妈的是吧？调整的。不是我拿的。那。我是旁边放。你要买衣服还是？没有，也不是我拉的。门是谁拉的？他们两个，我就是旁边放风。你看他妈特别凶，你们都玩的。妹妹，你看这对吧？他妈的抖音拍的呗。你们都玩的，我看到。我没画。你加那个微信就行了呀，我刚刚给你发了呀。那个弄完之后，我那个就是刚好那个在那张上来电话了嘛。然后那个回去了嘛。然后他们不带我了嘛。那时候悄悄的那个卖了嘛。然后这样呢，我没参与嘛，对吧姐？对。情侣妹妹子的那个得长眼影。你是啊？妹子的情侣妹啊。都说俺来家。长不长眼影？妹子的情侣妹。那个都晓得。哎呦，我们就真不行，那都可得的。开始来着。你俺们家的关注节目可以关系的是，明明宿舍在外面的那可多年，真特别个家的道理，俺在抖音上也推出蛮多。或者帮我多点点赞嘛，然后我们聊会儿天。开始你的。来这老总。我这个3万给。看得肯定是的。啊。他找我姐妹，你那了的。我找不没吃了不都。吃了不得，这各种样式。我买吃是工作。当然比他们里面的。这来几个东西？哦，这瓜年几个多少钱？那第做么子做你得下得给他出去。我没吃啥呢？那咋咋子？那人都俺那抓嘛。是的抓的。那个。哦。对。行不拿，就
俺们当个几个要的，给相处嘛。我呀，要工作给家拉票，大哇！我这是上去我工作，这个的，都这样子噻。喂，你还还说的，那这不是去表苗的了是？啊，这2位1开有弄当嘛呗？不觉得？叫我这么年轻给做。哦吼，法律拿捏不了我啥？阿姐，这盖住呢？这段法律拿捏不了我是，法律拿捏不了。你这嘛是没是做的？现在激动。哎，写我说你记不记嘛？你去找你，你说呗。干啥？那我是不会来的人。但第一名呢？上次让比光不他带还service 的对。又有儿子啊，就是我那个马个了。对的。就是把你的微信推给他，但是我跟他之间没有微信，我们是在抖音上聊。晚上好。然后就是，他没有微信嘛，然后个抖音嘛，那复制其实你的股权到这，没让抖音嘛，其实呢，第一个做的嘛，你微信我这，今年没给你来很的。看些看现场个好多年的生活们都按看说的。那这顿来在雌雄大道是给这样子瞎说的。雌雄大道还起不来。随便。第嘎，上次这那个的网红火啥是那么呗？老先生，哎妈，那呢？星星那你去没？星爷哦。我的。那这个今年是嘞。这不是个雌雄大道。这豆腐引进了，你觉得？哎呦，有个。还不妹妹，在东的广大我。过来是啥子？地主嘛在这都是。啊，叫那个叫什么有动的，叫阿姐他们年嘛得去。很多，就这豆腐引起的豆腐引起的，我来对这边的，你是你去看我那个多又有新的老公。这啥子你们这个？对。还不妹妹，在东的广大我。你是不是啥子？对。咱们这个每两个这边是，是两个嘛。先不背这个，啥三百万的。试下。我试下去，我都试下。没给，他都给他钱上给他多钱。没开月吃小的，阿家的在月上楼上的那样，韩国款我一块，国里啊太阳毛一块。8包1块。8包1块，我等等，江湖那个地大钱，地了钱。我牙齿痛，都是该不得一次性手掌。哎妈这个。我这大包就200多。是呗，是呗。我们平常在叫我儿子按我。那结婚了了，所以那多年没提呢。可能你结婚的那期间，家里也把这些给不了的。我说，这种的可在他妈吃脏东西啊，现在真的，那么在。不的。这种的，那老长嘛一个。谁说学的去？咱点起来家人们，我爱你们。还有省点铜把下，黄宝宝，那个。这东我都得要的了。可这都对他吃脏嘛东。等下你前人给么大家老婆是你的多，咱们这么那么些酒，你叫人给自己写过。俺前段时间搞了几本吧，大伙谈的也酒是吧？俺快速里呀，主不铺了药的了，泡沫来药着吧？你天下几种民众就看忙过是吧？我这个吃脏是嘛对的。天下几种民众就看忙过是吧？可算俺那的那脸呀，我感谢的。叫啊，我妈吞过吧，我小嘛吧，妈吞算的是的。给他前人语文是你的呢，给他最近你们绝没见过呢，老婆那面吃多少是看忙不叫我同志，三中心表情同志阿么的，是吧家？滚去什么的？我同都是你直播间那给不起用我懂啊？我呢？你还我有这些人这是我辛苦的嘞，看些跟广场你得给，看些年小好给用给，看些大好给用给。啊，这个好给这用给。俺家的给大怕亲戚。就打没叫啊，生的，娘个没多的俺吃，其实俺长不长眼的。什么给工作你谈都给这长不小的那老什么样的？我妈对来说你谈多了呀，给这钞票说这些我ra没了呀，家里给直播间那女不叫着收就的嘞。妈来说俺在那么多哈不给叫，我们的妈对我看钞票给几多，也是这些是多哈不的，俺给来想个的，给来多了啦呀，力气。我觉得不，俺些娃开门都。这都不去行都不来，他走了照样有人爱我。他是真心真意爱我，你我也爱他，我的情分的你他都不多，也不去苦心不啥的。你这过去能爱，你这些的叫名头给他带到，你等着着，
应该炖出差不多吧。我那里。하고요. 섬유 척듯이 되어리 띵기다 하나 저거지도 섬유 그저 용도 아무 나는 배도 봐 시상반 안칠라 베이비다 판빙빙도 와 섬유 먹는데 帮我多点点赞家人们可这的点赞我中央算的么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我会付出青春没有问题，来不大家。当然都是从要不们都没行。你看，给出单词了吗？这是对问题的结果的。大概用来结婚的。不是这个。嘎鲁嘎滴哒喽。춘수 취도에 락바랑 교디게 엔데레레 라조에 춘수 년산이 취도에女年的女参卷的一位 춘수 락바 엔데레레 라조에 然后或者有没有收到或已经用完了的宝宝 춘수 엔데레 라조에 5件套的几多的呢零售7件套的买那么凶 춘수 딘저 라조에 그래 그때 들어온다 女年的 개침래女参卷的收到了吗，宝宝？你觉得祛痘液感觉怎么样？好不好用啊？祛痘液肯定多，你个人感觉，宝宝。但是还没用。我知道。现在多，姐以后淡斑的推荐一下。脑部你让给这长补血骨淡斑了吧？才想的让补水忙着做剧的，但是让去了是能干来看不的。全是。头发太呀，女祛痘液很好哎，谢谢亲爱的。可是有呀姐，可是祛痘液女参卷都是100吃下，那把祛痘液脚参卷的100吃下，从到对我讲抖音那女卷的100吃下，那可是你那把这那把这这有的，哎你可是。给这些我，看出这了老把啥子去，看出这了也不多什么啊，引进名气好评是这样，或者啊好评引进名气，评论10句越突不过越，这是我的一个目标。然后也不明多什么就直接给个差评，开开就嘛的，你这3个大没人几多啊，没单的创业不用这样子想，好用就好用，不好用就不好用，好不好？看出就看下一把车上的效果，先期经验làm sao听过的，看下一把车上的评测器必须懂得làm sao听过的，抖音的肯基托尼肉眼可见命通的3年通过的，你们觉得好用就直接给我个好评，不好用直接给我个差评，好不好？一定要给我个评价，好不好？评价必须要超过40个评论，好不好？我爱你们，真的是。下根专门有嘛的，下根专门别做差不的，下根专门每次卖的特别棒。很多人都说下根专门嘛错啦，这个其实大你其实大了，听说现在学得到的，昨年的被弄得没办法，滚就从那去救，然后送的那个是怎么用的姐？宝宝，你是局部长痘痘还是全脸长痘痘？或者祛痘液618活动搞不搞？下根专门618活动搞个大一点，祛痘液搞小一点，因为祛痘液成本高。我是薄利多销，看出抖音那了对的，祛痘液我打不进去忙姐姐卖的都是比我贵的。全脸180才能晚上睡前洗好脸，不要涂水乳，直接涂那个祛痘液，该挤的挤完再涂祛痘液。双眼皮是好看自然做的吗？咋不是我双眼皮是那个双眼皮贴了。宝宝把赞点到5000啊！我相信你们的实力。祛痘液我搞个福利嘛？你们说我搞个多少的福利？下根专门要等个2-3天再出那个预定价。我先这2-3天搞这个祛痘液，好不好，家人们？祛痘液的买九斤的，去九的买九买宝宝。类似的必须懂的，我用了个不灵的，你们能看得出来吗？祛痘液价格可这自己搞个，你们说一个良心价格好不好？看这个3定给这盘良心价格去学的，618是什么时候？快了对吧？看这个钱的618价格，祛痘液几号链接？现在没有啊，你们先说一下价格，我改价格嘛。帮我把赞点起来，家人们！我们边聊爱情的，边聊情感的，边聊友情的，边聊大学生活，边聊产品，好不好？就不一直199，祛痘液原价148，怎么搞个199啊？如果是下根专卖的话，下根专卖寄199有嘛的？下根专卖，而且升级版涨价了，宝宝，出了升级版的，这批新货是升级版。最细3岁的
香蕉口味说句随便，然后下根专门有嘛的，都是的下根专门被打发着耶。但群主下根专门过了么年段子，群主就是这次把握好机会，若不去到也加的你兄弟跟人家讲嘛的，或者加的你3年讲过，我跟人家嘛的，你群主越来谈叫门的，群主过么你给送给去到也是啤酒东西的，你产品的效果恰恰感应，群主送去说过加了啤酒东西的，那永远都是个智商税。然后片头呢让看啥的，家他们呢你几次起了片头，有的过去过搞来看过钱的，1分价钱1分货，多起了东家证券是的，多起了我们过去过证券开把货的那通过的，日多嘛多，阿来给是成本的。本恰恰群众按摩电脑里啊，激情项目空托的那给不起啊，享受的来嘛我的，空穷的打个打的，不是吗？去抖音片不给久的，去抖音的看的片头都是那青春痘前粉刺闭口啊，就婆们能去平常化妆加几千年的。你东港top 10的几个段粉丝闭口偏不洗脑的，下根专门你们送出去过啊，会出预定啊，到时候关注我的直播好不好？看一看我的朋友圈好不好，宝宝？把赞点到5000嘛，家人们。群主哪里啊？不过月吧，才想到脾气多，哎呀不行了，有工具月 top 青春痘就算了，听那里啊，有的人就都爱拉扎，那青春痘就算了，三的嘛拉扎大学拉扎类，初中拉扎类，高中拉扎，你代理的，他都别我了，对的，阿妈群主别我的，长辈说了的，我们说了，俺的历史原来工具啤酒东西，的下属呢啊 ，top 的吃西北 top 跟着嘛的，这么西北多不的来，还是呢，帮助的下属呢啊，化妆前的 top 的推用给对的，没让眼妆切动啊，化妆前的 top 的这推用给我的 top 我的来错了见面多呢，但没让啤酒当家东怎么切对，你都是切的的，对，没让本人都是的美颜推过东啊，都是放大镜美颜推嘛的，日东啊，别我肯定是差多。西区的去到也平时几个车祸的，也不行，那都公交去到也得卖爆了这天。我才去的，原来没过北京那去也没弄得给过了给不给这学了是那哎呀现在这嘛的，快点别干，顾别家别干。我去阿斯玛萨马达，我跟他早就分了。不要说他的事情，宝宝，我跟他早就没有关系了。我爱你。这句话真正的赞同，有些人就是这样，背后就是各玩各的那种，撒脏钱，不过月钱，表妹直播档的钱对吧？老公老婆钱，饼干炖对吧？呀，前面是线下里啊，全都懂啊，得托女人，你老婆你得跟他来了呗，可能我哈哈对我的要求点大是，可爱就하고你给我马上那个，给么说。那叫的，没办法的。他女儿他的名他偷不着叫的。我跟前任5一之前分了后，他5一还约我见面，对过的。让钱就钱我没得，没让对过的。哼，让什么让夹几钱，就几角什么这样。我们说，我想你们那个是长不着些个月，那谁送的有心呢？不是有个特别像你的一个女生，那是你表妹吗？前面打错字了，谁呀？不知不觉都已经28了，心里还想着18岁左右呢。谁28呀？女人18别去说你现在越来越好看，真的吗？谁28呀？你28吗？我身边也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人，导致我到现在不敢去。心里还想着亲爱的，不好意思啊，你28，心里想着18岁左右正常呀。我老你3年期间，他都搞到老居住村的3年对的，老居住就蹲村的，公交所年他的收入不就的，可大你签证咱们不都去？要嘛的也给村的看60-20岁呢。刚俺们你直播到他娘们我多撒娇去。把赞点到5000或者1万嘛，你跟着实力有的来点赞进度，我那是，你跟着什么点给钱，我是没办法，眼看现在都是了，我用啥的这几批都是，旁边吧恰恰让这跟姐们的也许都是啥，初文也干个的，初恋大的，脏些也许也热许，那擦许，鼻子都擦许，好多钱嘛给你吃的是，你也睡了呀，你们就直播间拿了嘞。범로 니 스타장 임바 차샤나 가로로 바 접게선데 죽고선데 군조야 서서 디다 도 요베쇼 러르바래 엔데 쳐요스
같이 그래서 봉구 얼마야 같이 그래서 잡잡세 다시나 놀이야 가신 로다 로탄교리 로다 로탄교 좀 짜간 약부 체리 아요 말이니 어떤지 나는 또 쉬는 것도 봐 약부인데 되어리 수수 약부신 수수 약마신 저리 아 쉬는 라가요네 요嘛 노부 노르게嘛去哎呦写句这个酒好看谢谢知道了吗对工作我那个余文道号更新了个作品啊家人们你们要帮我点个赞好不好大家是呀不切切你弟弟在谈着搞着俺老你手机过头你搞着老个在打谈不来老就出请教是他谈女谈到俺老你生日了老你生日过头你老就过是他谈比当嘛年全他嘛瑞呢记到哈上就开始拿起老牛吃嫩草拿起切不是老牛吃嫩草嘛的呀起来那俺做婆母老最找不了呀老就出请教是吹的呀干来的日子对吧？那刚不来就，就没那么大就接才我去的。看到哪来你那个来就他的，你也谈的，我在直播去创业不多，你未来老公就是哦，谈不到干么些，没那女朋友的姿势换掉了，我还瞧来呢。哎，你活的是动对吧？可你俩陪多的是给钱啊，不是给他钱的。假不过来给，我说的要嘛的，他看我洗澡的。做么的做是不是？仓库的地方就人家对着掉了，那里面在打仗。那人家住。妈妈有啥？对。啥说？给八股，听到俺吊口味去呗。啊，这个啥？要我这几年没我就下。哎，你给说你们的。咱们我也是去。我还给。亲自给我帮我的。你的直播要介绍的。你的口红推荐一下，我的口红等一下。把我和叔叔我都想这些点耶。啥这边你没念的？对，就是他们大干嘛？等年未来个老公看去我嘞，俺得从就年未来老公看去我嘞。我写名叫我还是没去过帮我去我吧，切不够。还是这边我得切去。对那俺得是哪？你全是头个门头哎呢？啊，俺我妈俺弟就那06号12下呢。啊，这俺模拟给送耳朵的，俺们都不啥事。你谢谢分享猪。我操！主播挺搞笑，没有啊？怎么了？我不是一直在卖货吗？刚刚快去比比在戏吗？我怎么子？他妈的，我现在这个我都把叫我婆婆存在微信呀加第几我都把给俺姑用还叫来呢。你啥都没呀？估计每天可是买鱼蛋，我弟说人家哪装我哟？小娘，你直播间那什么啥的闲哪用过呢？主播还小没有啊？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我只是说我未来的老公也有可能跟他女朋友在一起，其他我什么也没有说呀。是你们自己在这边想象而已，把赞赞点到1万吗？好听，是不是？就是跟你一起去3，对，撵我妈的，我妈表妹，有的毛都没长，给你发吧啥的。我跟他说声音好听是骨头啥的呗。俺的那句没全全是3算的嘛有明星直播间回放我的。我让你迷你听啊，我就那什么姑妈的说去点嘛对到我要去。我第一次刷你抖音挺搞笑的，必须走起关注一下。就让关注也不加按一条啊。过来的话，啤酒说的东莞住都给俺们着，给你介绍个兵哥哥呗啥，过俺们东莞补缺节的话洗周期队。有什么瓜吗？啥什么瓜？甚至好啥阿子的我，俺昨天清明过去了，我咱们这么录的，对吧？你直播间旁边给对吧？谈的。干嘛下的？很多钱自己。
就是给们的说的啊，让我们跟着确实休息哪去啊？别把自己给自己介绍跟那是那个说的。啊，这要得跟着，你看前面，你看看这些就不就天天让直播要去钓鱼，过去接了这个妆。我只说了我男朋友，未来男朋友应该在跟别的女生在一起，应该就他们两个应该再去吃火锅，其他我什么也没有说过。让俺婆放弃就去叫。阿妈，你直播间那补痒痒的叫啊，都看得起个那起过去俺得我得你。姐姐口红好，对，我什么颜色都特别适合，谢谢你宝宝，我知道了。阿母，下吧，你们下吧。我要干正事的家人们，好吧，下吧，把赞点到1万，怎么的北语这么啥？俺哥啥？滚大姐，80%都是男生啥，娘们家有啥？大姐起来看的小友啊叫啊，叫啊是俺起来看的小友啊叫，起来进哪去？起来偏不可能的。哎，这我说过去嘛，最大我俺给把我们专业面对吧？俺去到也中就有，看专业不是。呀，家人们，去到也上了啊！马头那俺给把我们专业面，去到也专业。宣传俺各种年的。男生让你把我的我走，啊妈的，我咋给说动作这些的？他妈突然到这个俺得去到也专业呢，俺这个错给么蹲的妈突然就啥那呢？他妈突然过去我俺得讨不用叫动作这些呢，讨不用叫你去做给这些个，朋友老就处就对就给这些青春期对吧？呀，讨不几个段青春都上的，但群主说个我们不知道不知动作你得写的，俺你妈说了个仙女儿，你得写的，俺你妈别我讲讨不几个青春都记住，你得是俺老和这的啥，俺老就给人家那边，俺嘞他的让仙女讨不的啥我那边，而且俺对俺对吧？可来的录多当个青年来骗他们都了。而且第头些了我上我而且那边帮我也不愿意不呼吸他你们都愿意打头看了的啥，到底一到没钱没钱工作工作最么多啊，而且没得哪一句的没新闻呢，就是去到也得不去动他偏不闲那都能去连上，公司是他投票主要嘛的，我倒还叫余文宝宝，别人我们灵州的女生哎。真的，这个不要信这个邪，我那看新闻的写到，那么多人你信不记得？啊，这么了就嘛不么计算，啊，我不需要是，俺得不帮我不用就干没过去，你两个熬不到你们多年我都没。咋存的？再切个麻团的，俺双9月，好吧，出去吧。148，原价是148，现在改成了126啊，家人们。然后我刚刚已经卖出去了一半了，现在也要卖出去这一半啊，家人们，好不好？麻团的咋给？咱男朋友。俺给不往中面去到一中国月，这是我一个无美颜的状态啊，家人们，这是我一个无美颜的状态，这是我一个无美颜的状态，这是我之前的脸，我之前脸上也会长这种很多痘痘的，但我也偏不给搞清明的麻团的，这是我的顾客啊，家人们，对的，就是朋友频繁化妆姐姐别我讲头部我问题经过去哪里啊？不过月吧，恰恰不过青春都已经觉得个引进民间团队去啊，群主看些个人的时段，他们看些个不给投资己的，哎，看好嘛的，爸爸给看好嘛的，俺们个兄弟讨不起吧，俺们干做业主，爸爸干做业主，马大。不过讨不起了，只差说那东北人的钱的，讨不起钱对，顶着钱对绝不起的，这来巨人不必去嘛，大嘛恰恰，俺东我的别把这车动啊，对的，别我讲呀，去嘛小伙你啥就投过的。对的，讨不太的，我那偏不过的些，那对你顾客对我都是打击，就是一毛钱好评对是的，对的对，区别可在是多多啊，东不脏么可在么，嘎不可在么可在那讨不起对差不的，讨不起对哪老大的，也知道个。但就是别个讲，淘宝人的经纪人的把车上的偏不些那都低，谈过年顾客的，顾客年给他的代理的差不多，没人对他化妆嘛，去红去淘宝同志别个同错不些那多啊，我们啥子对他化妆今年的淘宝啥的也同嘛的，睫毛大的个多啊，别个讲淘宝的那的多啊，但原相机去化妆这些对的，脏嘛肯定多，拧起嘛看脏嘛，我点名的干净的妆容，首先第一步要什么？要有自己皮肤干净，多讲个出地下技术人的，看我妈的这下搞个真大的，淘宝
该说你的这图对，对。然后群主多啊，我每次直播都会说祛痘液真的好，2天就下去了，或者会说确实点赞，就是这样子。姐姐那个祛痘液好用，已经没有痘了，就是这样。之前卖的都是130或者148，然后每场直播都是卖特别爆。你们要的话，今天是原价148，现在是126。你们要的话就直接下单，跟618没什么区别啊。然后这是我的脸，你多看的一个脸。然后哎呦的给姑妈，然后这也是我的脸，这也是我的脸，Kili 托用这个外面感觉多一点，对，但跟你米西拉姆说咱们现在的，咱们得跟几你送米西拉姆说就是这样子，大家长养起来说你地对的，我们就差我的得的话使用觉的，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工作就是这样子，产品真的效果特别好，1周内效果没能推啊我的。但是明明记不要下单，这是我们一个厂家的项目的，没有多对，我们就差了多对，没有对比就是没有伤害。你们看我现在的脸，但让我开一点点的美颜啊，家人们，你看，真的这个祛痘液效果特别好。反正1周内没有效果，群主推啊我的来不来？但是卖到现在为止没人退啊，主要是真的，卖到现在为止真的没人退。啊咋？群主国度呢现在有啊，然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群主。就是朋友把家乡的广大马的给不了周瑜的才把托不系动啊。听内东港里呀频繁个化妆这些托不 CPC 系统的一定要去，让给托不 CPC 的你们看些年老什么可绝不的，可以让别人你干个了给别我干的东港的对吧？对的。听内托不马上长点有红肿痘去，托不出水团就去，托不再干不去，然后熬夜痘、火鸡面色、火色、是面色素的生意大个托不系统啊，托不都是那个强大，长点哪子单药什么的，长点哪子单药的也不行，那都群主出水之前，群主祛痘液的出的，群主托不特地长哪子单不啦？生意长呀的例子小白嘛噻，别的小事呢，2岁白大的吧，例子小白嘛噻，从那哪子那说的白拉的的，我呢也不行那都，群主看下个你的生不啦？明明最好不要用，群主你的生不啦？托不这钱大的，托不这7把给嘛的。那特别1了过了，特别1块钱吧，伢的，下几年出的钱，那我们也都给机票选的成多钱，养动力呀吃几岁，是吧？去吧，钱那得过吧，下几嘛去吧，才想得过吧，养成多星期几岁的，养嘛用，你多子的。对群主差不的，对群主把人给不的，168活动价格嘛，126我原价148，现在才126，我刚刚就已经卖出去了20多单还是30多单来着，家人们，刚刚就直播了1个小时还是半个小时左右吧，就直接卖出去了这么多，真的，我群主好评对的，看现在好评越不是的，俺把每个动作越不是了呀，但越不的，越把就像多了把的给面动作哪子了没着。126特别划算，给那都把银把车上的我们你给钱做年度，送给钱做年度，工作做年度，朋友都把了呀，银把车上的俺的空头钱做年速度多，工作俺的空头钱做完跟这个的时候，工作流量我的俺流量没吧，我就把价格打下去，对不对？别人的产品我不能把价格打下去，但是我的产品我可以，我薄利多销给你们卖，好用的话，我把这个祛痘液这不去做操作，那我就不会搞这种福利价的生意兴隆，谢谢你啊，有。在哪里发货？拉萨下单了，宝宝，谢谢。涂完之后可以涂护肤品吗？你是局部长痘还是全脸长痘？我们女孩子的话，就是频繁长痘痘的话，群主最好。NDS 的话，看新啊，那侬呢？顾客被2吨不讲讲钱，没做那侬顾客讲了不就讲讲的话，我咱们就对顾客不就让他这那做年装的，2吨不讲讲的，这来可以。NDS 的话。看些化妆忙不夹机器东港的呀，Top CC 马木东把咱强脚动作，卸妆要求呢偏不就的是。以前也不就动作，俺养就是卸妆要求 Top 的主要好多的群众啊这些是给的，我呢以前也得说的，呀洗面奶啥的，洗面奶东长谁家买来呢？但今天你摸了吧？才想确实皮肤油脂嘛添加可低起了吧？抗痘说起了吧？但的头发茶呀，群众啊用在了。头发女士看起来是那对标本，头发蓝头发皮肤淡的，俺得我的，你多俺头发几多啊？你多被长嘛的些年产品做弄呢，你给这些我的群众对，
这个短杆拖不低，必须单，也不多，看做中国，就是这个是我一个高中朋友他用的，他刚开始是暑假的时候啊，做二高那得读化妆去了的，没别过的那我听给朋友的家里别我或者巴扎的别我看也是不是干个蜘蛛干个点就是觉得，然后暑假就项目马西老鸭兄弟他把他皮肤特别干净，我呢。感觉都把这东整容起来，感觉正儿八经有啊！看出多眼里呀，能给所有说会有把家乡的头皮掉起源，就一下子头没把家乡看脏住年的，真的。你没看着去吧？他跟我推荐了个祛痘液，但是贵是真的贵。然后你大学得对一直蝴蝶，我咋不是读了年学吧？听你朋友介绍了吧？他刚开始也是身高有1.7米多，身材有，长相五官特别励志。抖音那来拧紧牛肚，现实本人一看。额头都是那个痘痘，密密麻麻的痘痘。我说，祛痘液必须对女妹妹对女人噻，但是没有效果噻。我说你用的什么祛痘液？点给的给我公司就说个那么子过去就是点给。他让俺带女去买了祛痘液的推我总个买，他买了。你们应该知道他之前买过什么祛痘液，厂家、成分、效果一模一样。我价格低，还是那句话，我流量很一般。真心的推荐，本人去年买过余温的产品，真的绝绝子。姐姐，你爱在那个哈里面你好，我有下个转面是吧？还是美白的是呗？谢谢你啊，姐姐，谢谢。产品不好用，绝对不会有人来购买。直播间那罗里亚，不过旁边有把恰恰刚好自己的孩子也在长青春痘，特别有效果，不是吹牛逼，是吧？看见些去嘛的，一年群做好评明了，两个都买过宝宝，谢谢姐姐。可能大家给今年说给的送去多啊，回过去都给的是别多啊。青青之前用的感觉如何？可以来个真实反馈吗？挺好的，除了味道大以外，使用感很好。我其实用了大女儿买的那一瓶的时候，痘痘都消了。现在买来给小女儿用的，就是这样子。哪里呀？不过月吧，恰恰的，不过家头皮被学短的。不看些经济我的眼睛掉下，前脖子学的动了呀，一共月被出去，头本给我拉自信的去绿色人的。这个时候你救不了，这个时候没看他切子是拿钱，挂号的给钱。真的只能这样子呀，对不对？今天晚上是126啊，明天晚上是会价格变哦。前天晚上是128，今天晚上是126，126年嘛，跟着中国嘛，你们放心啊。男朋友脸上长痘痘，给男朋友买一个嘛。多少头皮我演的，我看见听不对。真的。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我就长了个5天的痘痘吧。去了看挂气没，因为我真的很害羞。年家里属于讲搞出介绍去对长满的介绍起所以看着那啥，当我头晕晕的头上什么什么吸引的，因为真的感觉这样子有。下个软面新的现在还没出预定价啊，宝宝过2天关注我的余温大号直播间啊，家人们。我觉得什么晕晕的说是都让我那年就说现在用的嘛没些，我就拿着多上不对，光点的摸我呢，我都把拿着多上吧。我感觉去的都不光是去的都没像对吧，姐姐闭眼都不敢，对不对，家人们？肉眼可见的痘痘在变少，真的是这样。没事，姐直接拿走。真的效果特别好。来车局嘞。俺春天忙呀的。老妹。俺家不是春呀对姐。我下次来找你家过来。闭眼都不敢对吧？我呢，那觉得对吧？我这给长不了起来，这个对吧？头发的来源就说我那身体可紧的，反正我就是这样子。你多干里呀，出的下个月吧，开明度，这下搞给他的可咋的这头多，出的下个月闹嘛的，多干了头皮对，多干了头不干个推我的。他的那么也给说人的，领个当个住了吧，并且的肉不淡的，你前人说人的土，前人给打开现人去，现在的年纪我的些搞去，我也有妈妈些，叔叔别个多干里呀，点星星蓝色下，点星星黑色下，点星星黄色下，点星星粉色下，但拧紧了的。人家现任都是赢了，你这个前任输了，赶紧叫嘛的，前任一哭，现任必输噻。你不用哭，你光看到你的脸，他。